我嘅選擇改變咗我嘅人生。我好投入工作，亦都選擇有自己嘅時間。我同我老公選擇喺埋一齊，互相支持。我哋有咗小朋友，佢個名我老公改嘅。我選擇活得健康，但係嗰次 body check， 我發現我有 cancer。我唔知以後嘅生活係咪仲有得揀，但原來最好嘅我早已經揀咗。我揀咗 Exa 安盛，同我一齊對抗疾病。佢嘅危疾保障由一開始就俾到我想要嘅支持，仲喺我最黃金嘅20年提供額外嘅經濟支援，令我有信心去選擇自己嘅生活。幾年後，我哋有咗第2個小朋友，今次到我幫佢改名。